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4册第5课高铁。高铁真拍拼，上北落南逐工行。高铁真勇行，走敢若飞排头名。勇行拍拼向前行，伊是对方少年兄。练习脚踏车、铁马、空明车、机车、计程车、公车、飞行机、船、捷运、火车、药味菜。一尾长若举工，看伊过来，着紧闪。大路拢爱让伊行。有一种交通工具，火车。